第六章，我的囝，你若为着厝边做担保，替外人保证，你就互家己讲的话斗着，互家己的话甜着。我的囝，既然你落伫厝边的手头，就安尼做，来救家己，就紧去谦卑恳求你的厝边，目睭毋通困去，目睭皮毋通客去，就救家己，亲像鹿脱离拍拉的人的手，亲像鸟脱离掠鸟的人的手。兵大人啊，去看狗遐，看伊的所做通得的智慧，伊无领袖，无头目，无官长，毋久会晓伫热天准备食物，伫收成的时积住米粮。兵大人啊，你要困偌久？什么时才要困醒？搁困一久啊？搁眠一时啊？搁体一个啊？散车就亲像贼来，欠缺亲像强盗到。罗马匪类逐所在制造是非，世界讲话欺骗人，因屎目尾示意，用骹暗示，用指头啊指点，因心思歪错，计谋歹代，世界使弄，惹起纷争。所以灾祸忽然临到，伊会随时失败灭亡，袂复通救。有六项是上主所怨恨，连伊的心所厌恶的有7项，就是骄傲的目睭，讲白贼的嘴，抬无辜的人的手，计谋歹代的心，奔走歹路的骹，讲白贼做伪证，伫兄弟中使弄人冤家。我的囝，要遵守老爸的命令，毋通气杀老母的教示，要不时记牢伫你的心，挂伫你的颔棍。你行路的时，伊会引带你；你困的时，伊会看顾你；你困醒，伊会甲你谈论。因为命令是灯，教示是光。管教的责备会带你行活命的路，会保护你无亲近歹查某，无听妓女塞奶的话。你的心毋通互伊的水迷去，毋通因为伊屎目尾受引诱。找妓女会互人散甲剩一块饼，甲人的某奸淫会丧失宝贵的性命。人抱血伫行前，衫减袂倒起来；人打跌倒的血炭，骹减袂烧着。甲厝边的某通奸嘛会安尼，甲伊发生关系一定会受刑罚。贼因为要偷摕物之机，人袂甲伊看轻，毋久互人掠着，就赔7倍。家内所有的，拢着摕出来赔。甲查某人通奸的人真无知识，做即款代志会害着家己的性命。伊会受到伤害甲凌辱，伊会见笑洗袂清。丈夫因为嫉妒起大受气，报仇的时一定袂留情。用钱赎罪伊毋得，礼物送较济伊嘛毋放你煞。